欢迎你回来，报道我上红新春特别节目。大家好，我是向慧玲。您今麦收听的是报道联播网，北部地区请听 FM 98.5报道新声。高雄屏东请听 FM 96.9主人电台，花莲地区请听 FM 90.5希望之声。这届伫咧慧玲的新专辑当中呢，曲风甲以往呢完全无同款。第一首歌到第10首歌，全部拢是慧玲独唱的歌曲。这呢是公司呢为着呢要互我表现我个人的风格，还有我的歌声，所以讲呢，在这次当中呢，完全没有男女对唱的歌曲。而且呢，上界大特别的所在就是甲以往的歌曲无同款。较早呢，大家拢会感觉哇，慧玲的歌曲就好听的，但是呢，难度很高，无好学，无介好唱。但是呢，这届的特点呢，就是互大家一听呢就朗朗上口，听了2、3次就会唱喽。易唱易学，所以讲这是这届上新的专辑。在咧当中呢，要介绍大家另外一首歌呢，是石国人老师为我量身定做的这首歌，叫做《两字爱情》。风中雪一直飞，孤单心随春天花，为爱掉落地，冰雪来厝边，用青春换来苦受罪，当初讲你爱我。放出心肝，犹原袂加采。相信你讲的话，对阮拢总无反悔。阮亲像飞鹰，戆戆飞飞。两字爱情啊，用泪写一切。情对阮温柔的一面，落水情分这呢多，心也不甘心。两字爱情啊，阮付出一切。心随春天花，为爱掉落地，冰雪来厝边，用青春换来苦受罪。当初讲你爱我，一生一世，阮放出心肝，犹原袂加采。信你讲的话，对阮拢总无反悔。阮亲像飞鹰，戆戆飞飞。两字爱情啊，用泪写一切，写出你前对阮温柔的一面，落水情分这呢多，心也不甘心。两字爱情啊，阮付
情分这呢短，心也无解释，你爱情啊，阮付出一切。大家好，我是报道我上红新春特别节目的主持人向慧玲。新的一年要安怎安排家己的假期呢？其实呢，我感觉回归到最自然、最简单的生活方式，就是我要早睡早起。这可能对足多人来讲呢，是一个足简单的代志，但是呢，对阮歌手来讲呢，早睡早起真的很不容易做到。有当时工课无应该足晚的，安尼拢爱困到足晚才会起来，早顿拢无食，但是这样呢，其实对身体是很不好的。所以讲呢，新的一年呢，我希望我会当呢，把自己的身体调养好，好好的陪陪我的家人，然后的当作是一个休息的假期。大家要安怎安排呢？不管是要去外口佚佗，还是在家里休息，最重要的就是呢，爱甲家己最爱的家人在一起是最重要的事情哦。继续安排这首呢，是一直以来我最喜欢的一位歌手黄乙玲、乙玲姐，还有曾心梅、心梅姐，因两个所合作的一首歌叫做《有缘》。好无，敢有快乐？人生这条路，用心来思考。记好好，有我照顾，你就袂烦恼。一切顺时路，愿有成路。人生这条路，互相来照顾。好好，有我做伴，你就袂寂寞。你若需要我，我会伫这等候。相捌是无，相信就有方向。祝福，打开心门，诚心牵你的手，有缘心愿照。好无，敢有快乐？人生这条路，用心来思考。记好好，有我照顾，你就袂烦恼。一切顺事无，愿有成无。人生这条路，互相来照顾。寂寞，你若需要我，我会伫这等
梦，深深牵你的手，有缘心愿照。